有民众昨西车去玉山踏踏车的时，伫新中华路段发现有强仔虎，看到人拢袂惊，佮要讨物件食。专家是认为讲，这可能是因的族群愈来愈大，食物真欠缺咯，所以才来向民众讨物件食。也毋过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嘛强调讲，民众是袂当饲因食物件因为这是违法，嘛会受到处罚。车路边有一个细细只的身影跳来跳去。详细看是一只强仔虎，游客好奇停落来看，强仔虎意思要讨食，佮我进轿车，这行为互游客感觉罕见佮心熟。觉得很惊讶吧，就是当野生动物看到人类，应该是要逃跑的。有民众车狗经过第21线新中横公路，往玉山国家公园踏踏驾时，发现这只强仔虎一路经过，甲较早看到人道味的品性无同。学者表示，最近强仔虎的族群扩大。毋过食物来源却无法度满足需求，所以就改做食人类的物件来生存。所以它族群是在扩张中扩张中当然它跟人类的接触机会频度就很高嘛。因为我们山上的人类的活动的频度也没有降低啊，它有行为就会接受，它可以拿到食物的，就跟猴子一样嘛。生态学者表示，强仔虎是食肉的动物，管是规定做伙去掠强仔，毋过最近接甲人类接触。加上食物来源欠缺，出现甲高山共款讨食的现象。药管处表示，若游客家己饲，会依照违反国家公园法开罚。那一旦发现民众喂食，我们会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饲强仔虎的行为会改变因的品性，卖增加人甲动物的冲突。药管处表示，因会加强巡逻，呼吁游客嘛会避免饲野生动物。记者综合报道。